來忘掉錯對，來懷念過去。齊破老麥總有樂趣。喂，00J，好耐冇見喎，最近喺邊度揸 fit 啊？我轉咗行做物流公司 CEO 啊，負責揸 lift。小壞同學，你呢？我轉咗行做代購公司嘅 CEO 啊，近期就負責揸劫啊。你就威啦。喂，跟住去邊啊？去破旺角呢間老麥咯。喂，邊個嚟噶？呢個我細佬。得啦，你啊，以後跟我。回回老麥的人真好體能，齊用點餐 app 儲分，點特價的餐，更叫埋飲品，認為賺俾錢的問題相近。旺角區的居民 MK 精神，義薄雲天好氣氛。飲啊！每人俾10蚊，脆香雞2份。回望在多少勤力中補習的眾生，才覺已得到福蔭。